今次兩位跑手 Winnie 同埋 Donald 將挑戰2026年撒哈拉沙漠馬拉松。佢哋更借呢個機會幫助脊髓肌肉萎縮症慈善基金籌款，幫助更多患病兒童。咁我覺得咧，同我以往玩嗰啲比賽係好唔同嘅，因為呢個咧係好需要講求你個耐力啦，同埋你個即係成個意志力啦。咁我哋咧需要每一日咧自己孭住一個20幾磅嘅 backpack，咁我哋係連續7日6夜咧就不斷咁樣跑啦。平均我哋要跑大約42公里每一日喎。咁最刺激嘅咧就係同埋最有挑戰咧就係其中有一日我哋係要跑100公里㗎。因為撒哈拉咧又乾啦，跟住溫差又大啦，朝早咧係40-50度，而夜晚咧係低過10度㗎。加埋有好多昆蟲㗎，蜥蜴啊、蛇啊、好大隻蟻啊，嗰啲其實蠍子啊，咁都令到我真係講真咧係好有挑戰性。病過做個手術，更加希望咧用自己嘅能力去幫助其他人，就會覺得特別感恩嘅。咁所以今次咧好開心，你可以接受我嘅邀請㗎。咁另外亦都好多謝 Dr. Bob 嘅邀請，因為咧佢知道我哋跑撒哈拉之後咧，都好想咧我哋可以幫佢個機構去到籌款嘅。佢個機構咧就係 FSMA， 就係脊髓肌肉萎縮症嘅病人咧，就係去提供服務㗎。咁而今次嘅籌款咧，我同 Donald 咧都係自己全付咧，就係所有嘅成本，而你哋捐嘅1分1毫咧，都係會全部俾晒肌肉萎縮症嘅病人，去幫佢哋過更好嘅生活㗎。脊髓肌肉萎縮症慈善基金於1998年成立，旨在透過贊助不同度身訂造的服務，如上門家居物理治療、贊助醫療器材、特製輪椅或輪椅的士接載服務等等，為患者及其家人舒緩該病所帶來嘅困難和痛苦。